呢個盤啊真係跌到撲街啦！先睇睇我哋出邊嘅一個別墅同埋我哋右手邊嘅人工湖，依山而建嘅半山公園，四面環山啊，係珠海華發建設嘅。而家呢度嘅總價只需要40萬就可以入手一套70幾平方嘅兩房咧，足足比之前咧跌咗唔係好多6成啫。你話呢個數據恐唔恐怖啊？最後一期嘅年底清貨啦，目前只需要40幾萬你就可以入手71平方嘅兩房戶型，仲贈送你5萬蚊嘅全屋嘅家私家電，以及加9990蚊就送你一個車位。呢一個係70年產權嘅住宅，70年產權嘅住宅嚇，唔係公寓啊！嗱，攝影師俾大家睇下我哋其他客房啦，整個空間咧都係比較舒服嘅。右手邊咧係一個公共嘅洗手間，呢邊咧係最細嘅客房。過翻嚟我哋嘅主人房咧係帶獨立嘅洗手間，同埋我哋嘅休息區咧仍然可以睇到呢一個別墅嘅。重點嘅就係佢係一個現樓現證，即買就可以即刻交收嘅。30分鐘左右啦，30分鐘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口岸城同埋拱北關口。呢度嘅港澳兩地牌要比我哋嘅大陸車仲要多，因為呢度大部分都係我哋港澳嘅朋友買嚟退休以及係度假。40幾萬勞力士嘅迪通拿都唔止呢個價，你就可以入手呢一套嘅兩房單位，可以俾首期6萬蚊，月供1500蚊。最後嘅年底清貨啦，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，拜拜。